好啦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2月份咧過咗去啦嚇，咁啊成個月咧，由於交易天真係好少啊，只係得16日半，所以咧形成咗氣氛上面係比較淡薄。但係最關鍵係咩咧？就係騰訊一路傳聞緊有個增值稅，咁大家都知道啦。如果好嘅消息傳聞嘅，大家就行先一步嚟入市㗎啦嘛。調翻轉頭有個不明嘅因素，略為偏淡咁嚟計咧，大家都係保守，等我嚟睇下點公佈先。揸住錢嗰啲就唔買住，但係你揸住錢唔買啫，揸住貨嗰啲個心會忐忑噶嘛，唔沽，終於都要沽噶嘛，所以形成咗騰訊嘅股價咧喺過去1個月咧都係持續反覆不明，但係帶出一個負面嘅影響啦。作為恒指成分股仲係重磅嘅，咁啊騰訊股價持續下行嘅，對個市一定有負面影響啊嘛。還好嘅就係匯控股價咧係有少少兜住咁樣上，所以就兩股咁樣一好一淡咧，就大家對沖咗。但係始終下行嘅股份相對比較多，所以成個月份嘅走勢咧，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反覆不明之中。嗱，2月份嘅市嘅情況咧，大家要理解，因為指數係由6號嘅低位26,295升到去10號嘅高位27,397，波幅只係得1,102點。呢個波幅係細，因為得16個半交易天啊嘛。但係問題就係呢個月嘅高低位同時出現喺3個交易天之內。我做咗股票咁耐咧，我記憶所及係未試過咁嘅情況，因為一個月嘅高低位一般都擘開起碼10個交易天嘅，中間咧點解會咁咧？就有啲好倉又要部署，淡倉又要部署，咁啊又要反擊，咁形成咗咧一路猜波。但係今個月咧，差唔多停晒手嘅，係有股力量向上行，亦都有股力量向下吹。因為簡單講，如果匯控唔係抽上去140幾蚊樓上，單淨係騰訊咁樣跌法咧，指數已經有機會跌穿2月份嘅低位㗎啦。咁啊，亦都有一點大家要留意，禮拜一嗰日港股咪升咗成幾百點上去，好亮麗㗎嘛。但係當晚美股跌800點啊嘛。其實呢一點咧，到而家我都覺得有少少唔甘心。美股如果遲一晚跌嘅，第日指數咧已經可以突破2月嘅高位啊！但係美股跌800點，港股點可能獨善其身嘅啫？係咪？好啦，咁啊2月份啊相當反覆，但係講到底咧，我覺得情況唔係咁差。大家試想下，今年嘅低位係幾多？係1月2號嘅25,717，今年嘅高位係1月29號嘅28,056，成個1月份個波幅2,339點，咁啊直到而家呢分鐘，成個大市就係喺呢2,330點之內走上走落，升少少上去嘅唔需要開香檳，跌少少落去嘅又唔需要愁，因為個市根本上仲係冇方向，但係形態上咧係先低後高。1月份係先低後高，2月份嚴格嚟講都係先低後高，即係連續2個月先低後高。好啦，咁你要2月底嘅指數收喺26,630點計咧，嗱其實嚟講咧，去到3月份點樣行呢個先至係關鍵。嗱3月份咧好多股份咧開始公布業績，4、5月就開始咧係炒個除淨㗎啦。即係換句話嚟講啊，市場嘅睇法咧，一般嚟講都係稍為向上望㗎啦。咁啊，簡單講，揸住匯控嗰啲財息兼收嘅，你唔會沽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剩翻落嚟嘅就係假設26,630點，咁起步咁計啦，假設係咁計啦。咁啊，3月份嘅市係先低後高定係先高後低咧？我個人覺得咧，應該係維持先低後高嘅形態。咁如果假設3月份約莫有1,500點嘅上升波幅，指數已經可以試翻上28,000樓上㗎啦喎，所以2月份點樣整固、點樣嘅拉鋸都好，其實都唔係咁重要嘅嚇。雖然指數係跌穿咗10同20天線，但係大家睇清楚啊！10天線而家喺26,743，距離個收市價26,630相差只係得100點都唔到。咁啊，至於20天線係高啲，喺26,937。即係話由而家嘅指數喺計，喺26,630幾計，只要個市升大概300點，一句收復10同20天線。所以咧問題係有，但係就真係唔大。咁啊當然知啦，我講咗好多次，
股市如果要進入一個試頂或者尋頂形態，喺技術上恆指必須穩守喺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，呢個係首要嘅條件，亦都冇得爭拗。好啦，當指數能夠做到呢一點，係咪持續去上升，或者有冇機會發展新嘅一輪嘅中期升浪呢？或者持續喺中期升浪上面穩頂呢？就要睇移動線嘅排列啦。一個標準嘅升市模式咧，係10、20、50、100同250天線，而恆指走喺最上方。好啦，完成咗呢個咁嘅部署之後咧，就要睇個市有冇動力啦喎。喂，升市有動力㗎，你要推上去㗎嘛，咪就成交金額咯。咁如果成交金額能夠去到3000億或者過外嘅，即係嗰股動力開始係匯聚啦，咁啊有利於指數咧作進一步嘅推升。事實上喺2月份最後一個交易天成交金額咧係2884億，呢個係過去2個禮拜呢個交投係最多嘅，我記得啊。咁即係話咧喺2月最後一個交易天星期5嗰日，指數能夠咧係一路咬住上咧，多多少少有啲行先一步嘅資金喺度做咗啲咁多部署㗎啦。咁啊，即管睇下呢個勢頭能唔能夠延續到去3月份啦。嗱，其實我講過㗎啦，由舊年12月16號嘅低位25,086點開始咧，股市已經進入咗新一輪嘅中期嘅升浪㗎啦。咁啊，其後咧指數咧喺1月29已經突破咗舊年全年嘅高位27,381，亦都突破咗2024年嘅高位23,241。簡單講，指數已經創咗成個牛市一期嘅新高㗎啦。剩翻落嚟，到底個升勢可以延續幾耐咧？咪睇睇嗰個時間咯。嗱，10月16開始嘅中期升浪，我當你行12個禮拜啦，咁即係幾多咧？起碼都要去到3月中。如果咁樣計法嘅話咧，即係3月初旬到3月中嗰個時咧，最低限度係有機會維持一個先低後高形態。咁啊，至於高位喺邊度，咪睇資金入市嘅態度而定咯。咁啊，股市上升梗係要靠動力同埋靠啲龍頭股去拉動㗎啦。剩翻落嚟真係要睇騰訊。嗱，騰訊到底嗰個情況係點咧？大家都唔知。增值稅有啊定係冇啊？有嘅話幾多啊？大家要等緊。當條數一計得掂嘅話咧，個衝擊就唔大㗎，因為由630落到而家呢分鐘跌咗成100蚊啊嘛，係咪？最緊要一樣嘢就係騰訊而家市盈率咧係講緊咧應該係21倍多啲。咁啊，假設計埋舊年嘅業績嘅增長咧，個市盈率可能當係18到18.5倍。你用把尺嚟計，點樣都唔係貴啦，係咪？咁問題就係當佢嗰個所謂增值稅，如果係有嘅話，假設係有嘅話，加幾多咪大家計數咯。一計甜數，計甜條數，對全年嘅營收影響唔大嘅。咁啊，大家放下不穩嘅心頭大石，就開始作新一輪嘅部署啦。情況好似941中移動啫嘛，1月初跌到1月底，點解跌大家都唔知，結果知道啦，原來加個增值稅同佢計數，6% 加到9%，相當於全年嘅營收少咗7.8到8%，咁條數就升咗晒啦。一年嘅現金流1,300億，冇8%都仲有1,200億多啲啊！咁啊，派息有冇影響？有，不過唔大啊嘛，所以個股價就斷翻定啦。不過亦都話分兩頭。中移動由於個業務咧係穩定，現金流穩定，但係冇太多嘅想像空間，所以未來一段時期可能會仍然跑輸大市。嗱，舊年睇得到中移動同匯控係叮當碼頭㗎，因為兩隻股份我同時推介，兩隻都係40幾蚊㗎，大家都差唔多。而家匯控咧140幾，中移動咧仍然係70幾蚊，即係見得到大家嘅步伐係已經完全唔同㗎啦。咁未來咧行緊上去咧，都係要留意下平保同埋長和。長和賣咗英國嘅電網嘅業務咧，其實套現咗成1100億。咁啊，或者有啲憧憬會分紅㗎嘛，所以成個長和係咧，似乎嚟講都開始逐步回暖㗎啦。咁長和我亦都推介咗好耐㗎啦。至於平保，可以同大家講，嗱，平保揸匯控有8.75%，匯控發行嘅股份咧171億7500萬，即係平保揸住匯控咧係15億0200萬股，以匯控舊年派嘅息係7毫半紙美金，相當於港元5個8毫半，咁即係話匯控淨係收，平保淨係收匯控嘅股息咧已經有87億，呢個係正面嘅，同埋呢個唔係特殊嘅喎。
係每年4季息好穩定咁派送嘅喎，咁即係話奠定咗平保每年淨係收匯控嘅息都有80幾億。咁仲有其他嘅收益咧，所以點解一路都要推介平保就係呢個理由啦。咁我申報啦，我都係持有長和同埋持有平保嘅。好啦，咁啊呢今週嘅分析就到此為止啦。咁啊3月初睇睇個大市嘅情況到底係點啦。希望先低後高仍然繼續維持啦嚇。